始於賽道，遲於公路。呢一句保時捷嘅名言，我諗大家都聽過，代表將純正嘅賽車技術直接轉化為量產街車嘅品牌靈魂。去勒芒、去紐北比賽，不斷去刷新紀錄嚟證明呢個品質。各位車友好，歡迎大家嚟到心角角嘅頻道。今日我話你知，喺內地真正嘅終極賽道根本唔係勒芒同埋紐北，而係每日跑16個鐘，一年行足10幾萬公里嘅網約車修羅場。由於工作關係，喺過去呢個月，心角角頻常出入香港、澳門同珠海，日日都需要搭網約車。心角角就好好奇，想實測一下，如果我搭1個月嘅網約車，究竟係啲咩型號同咩牌子呢？今次直情做足精算記錄啊！講起艾安、比亞迪、長安呢啲車，喺港澳車主眼中可能好普通，但係喺網約車司機眼裏邊，佢哋簡直係神啊！今日心角角同大家對一對數，到底內地電動車憑咩嘢可以做到70萬公里都揸唔爛？同埋我發現咗一個絕大多數人都唔知嘅現象，你喺內地買咗又或者租車租到艾安，底盤下面竟然藏住咗一個電池抽盲盒，我哋即刻揭秘。大家睇下心角角呢一個月嘅叫車數據，喺30次裏邊，廣汽艾安係佔咗一半，而比亞迪就佔咗1成半，其他都包括長安東風等等佔咗2次，而零跑亦都佔咗1次。而當中最驚人嘅就係艾安嘅 S 竟然高達9次即係大概有1/3嘅車都係叫緊艾安 S。加埋艾安 Y 嘅6次，總共係15次嗰一半就係咁嚟噶啦。呢個排行榜直接反映咗內地車市嘅雙重人格。第一重人格，網約車標籤係銷量嘅春藥。廣汽艾安靠網約車嘅市場月銷幾萬台，直接衝上國產電動車嘅頭3把交椅。但第二重人格，網約車標籤呢，亦係私家車嘅毒藥。你試下喺香港買咗部艾安 S 或者 Y， 去到酒店門口等朋友，朋友一上車呢，就第一句問你：喂，師兄 Uber 叫車幾錢啊？一買翻去就直接變咗網約車同款。呢個呢，就係網約車烙印嘅代價啦。但係撇開品牌包袱，我哋講求嘅係客觀咁樣計數。國產車嘅耐用度直情恐怖到極致喺上星期，心角角搭到一部艾安 S， 同個司機大哥傾下偈，睇一睇個儀表板，76萬公里我問佢：師兄，你粒電換過未佢答我未換過，原廠電池跑咗76萬公里續航力就仲有7-8成以前日系車吹噓10萬公里正青春，30萬公里就剛出磨合期。而家國產車喺內地網約車嘅司機手上邊一年行10零萬公里，營運車嘅 warranty 保用原廠夠膽俾到你50萬公里。阿婆走得快，一定有古怪。點解啲司機們揀來揀去都係嗰幾款車呢？因為大家都係識計數㗎咯。第一，三電系統、電機、電池、電控極度成熟。第二，維修配件平到好似買淘寶咁，撞爛個泵把幾百蚊就搞得掂，2日後就可以整返好，立刻上路。呢種喺咁極限環境下邊磨練出嚟嘅工業能力，就係國產車能夠打響名堂嘅真正實力。
呵呵，咁我哋繼續睇下艾安嘅 S 同 Y 啦。喺內地，當你買咗一架艾安 S 或者艾安 Y， 你以為大家運氣都一樣啊？錯啦！喺司機嘅圈子裏邊流行住一個電池抽卡嘅玩法，外表睇嚟一模一樣嘅艾安 S 同艾安 Y， 查返工信部申請目錄同埋車主社群底盤下邊嘅電池廠牌，原來分咗4-5種啊！你抽中咗邊粒電池，直接決定咗你個續航里程啊！心覺覺就幫大家精算過呢張艾安電池壽命嘅命運階級表啊！如果你又喺內地有機會買翻架二手嘅艾安 S， 不妨參考下啦。第一，最頂級嘅 SSR 級係寧德時代嘅3元里，早期嘅壽命之王。內地有司機啊，跑咗70幾萬公里都未換過電池啊，衰減率啊低到離譜啊，屬於司機夢寐以求嘅天花板啊。第二 SR 級，益京偉能或者中創新航嘅3元里，係車企中期引入嘅第2梯隊，跑50萬公里啊，絕對冇問題，性價比極高。第三 R 級，其他廠牌或者後期降本嘅電池，後期車企為咗喺極致內卷嘅市場保住價格優勢，引入咗更多供應鏈進行降本增效，續航打折扣啊比較明顯啊。車企表面賣嘅同款車，背後係靈活供應鏈嘅商業策略，呢啲咪係買車時最值得留意嘅車企密碼咯。肯定有港澳車友問心覺覺，咁香港同澳門買到嘅艾安係咪都係抽盲盒㗎？答案好簡單，唔係，因為香港賣嘅係右軚出口版，係要經過運輸署嚴格型號批核，車企喺外銷版本基本都係統一用第一梯隊嘅蛋夾電池，所以講到底，電池盲盒喺內地車企嘅極致內卷要價保量嘅網約車修羅場下邊逼出嚟嘅特殊產物，外銷賺外匯，內地網約車就用降本版嚟磨練供應鏈，呢啲咪係車企嘅商業算盤咯。心覺覺另外都留意到一樣嘢，就係每次當我 call 車喺個 Apps 度撳掣，竟然都係30秒內就有人接單，1分鐘內就直情上到車啊！哇，我好好奇佢哋內卷個程度去到邊呢？心覺覺亦都同另外一個網約車司機大佬傾過偈，佢話佢以前係一間公司嘅老闆，自從疫情之後，公司就結束咗。亦都揾唔到嘢做，所以焗住租翻架艾安出嚟做網約車司機。車載內容終極都只係工具，最辛酸嘅就係工具背後嘅人。心覺覺同大家計一計，網約車嘅生存空間如何啊？租一架艾安網約車，月租3-4千蚊，充電費1500蚊，平台 commission 2至3成。司機每日未睜開眼就已經欠平台200蚊，以前跑網約車8個鐘月入過萬，而家每日跑14至16個鐘先可以勉強保得住口糧。每一部跑過40萬公里嘅網約車背後，都有一個拼盡全力生活嘅司機。始於網約車，遲於城市。國產電動車最殘酷嘅市場，證明咗自己嘅硬實力。如果你問我買電動車當家用，呢啲網約車神器值唔值得去買？答案係，只要你唔在意品牌嘅標籤，人哋攞嚟跑10幾個鐘，你擔心佢唔襟？人哋攞嚟跑70幾萬公里，你擔心粒電有問題咩？
我諗觀眾自己都有答案啦，佢哋絕對係性價比之王。睇完網約車嘅終極測試，下一集我哋重回兩地牌三部曲嘅最終大結局。唔少車友問我，深角角買兩地牌要孭500萬嘅債，咁我用幾千蚊去租個兩地牌，咁都 OK 啩？錯，租兩地牌嘅背後隱藏住無效合約、保險拒賠、刑事連帶責任、4大核彈級黑洞，出咗車禍可能賠到你破產啊！想知道租牌有咩絕密嘅地雷？記得即刻 like、訂閱同 share 我哋嘅頻道，我哋下一集繼續同你揭開真相。